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咱教会的感恩节主日，咱要为着生活中间所领受的一切献上咱的感恩。咱顶回有分享过，人因为罪缘故，咱甲上帝的关系破裂，但是因为上帝丰盛的恩典，伊主动甲咱和解，这是咱上应该爱感恩的所在。那照刑法，咱每一个罪人，拢无法度逃脱上帝的审判。但是上帝恩待咱，伊透过耶稣基督救赎咱，这就是咱应该献上咱的感恩的一个原因。所以要回应上帝的恩典，有真侪无同款的方式。有一个真重要的方式，就是亲像伫圣经中间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譬如，讲有一个人欠王几若百万的银仔，王台下面所有拢免还，结果伊出去了，看到一个欠伊几个银仔的人，伊马上要来讨，无要下面人，所以王就刑罚迄个人。耶稣咧讲这个譬如，其实是甲咱讲，咱领受上帝遐尼大的丰盛的恩典，如果咱若继续甲别人的冲突无要解决，咱甲别人中间的隔阂无要复合，安尼其实是忘恩背义啊！所以咱今日伫这感恩节的过程中间，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和解的使者的第二讲，就是要甲大家分享，咱安怎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如果甲别人有发生冲突的时阵，要安怎来解决？也是要安怎帮助别人，做促进和睦的人。咱要分两遍来看这个讲题。所以咱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每每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衬，互阮会当伫你的话语中间，看见阮的不足，看见阮的软弱，会当透过你话语的提醒，来更新调整阮的生命。恳求主即时光照阮，互阮了解你的心意，也照你的心意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咱咧查考圣经的时阵，咱会发现，上帝创造人，是为着要互人甲伊保持一个合宜的关系。上帝创造亚当，伊惊亚当孤单，所以伊也创造万物，后来去创造夏娃，互人甲万物甲其他的人伫即个爱甸乐园内底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所以即个乐园的故事，其实咧传达一个真重要的信息：上帝将咱创造伫即个关系中间，然后透过关系，咱领受祝福。也就是讲，上帝将咱创造的目的，就是要互咱甲上帝、甲人、甲万物有一个合宜的关系，然后互咱享受伫即个关系中间，这是一种祝福。但是真可惜，人将即个关系拍歹，直到人活踮伫即个苦痛中间。咱的经验就是安尼啊！你若甲人冤家，甲人关系无好，毋简单讲迄个你的痛苦，其他人可能有来受你的影响来痛苦。我记细汉的时阵，我的头前有一两个同学，一个查甫的，一个查某的。有一天，即两个同学因为一寡代志小可袂拄好，所以就冤家。后起两个无要讲话，到尾
迄个女同学吼，伊就摕一支粉笔吼，就伫因迄桌仔顶面画一条线，吼，然后就规定即个查甫的同学袂当超过即条线，吼，若超过吼，就爱来处罚，吼，到尾甚至吼，迄条线都延伸讲，规间教室拢是即条线，吼，所以就规定讲迄个查甫同学袂当对迄个门大门出入，吼，迄个查甫同学爱就来问讲，我毋得爱对窗仔跳出去，嘿，两个人拢就袂拄好吼，所以吼上课嘛袂专心，拢伫遐咧注意看伊有来超过伊的范围无吼。毋敢若伊袂专心，我坐伫后壁我嘛袂专心，我都爱常常去注意看因两个人倒一个到人通过别个人的范围内底吼。所以拢规个气氛拢影响了真无好啦吼。所以咱就理解来讲吼，一个原本的真和谐的环境，然后两个人袂拄好吼，会造成真大的即个影响。简单举一个例啦。你若一个家庭中间，老爸老母的关系若无好，关系破裂，毋简单，两个人痛苦，连伊厝内底囡仔嘛对你痛苦。所以咱就爱理解，关系破裂会造成整个环境的影响。而且，多亲像你甲我的经验相共，要将关系处理好势，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因为关系是牵涉到人的问题，处理人甲人中间的问题是复杂而且麻烦的。一般来讲，咱咧处理代志比较简单，比较好处理。但是人无共款啊，人是有思想的个体，而且每一个人的想法无共款，立场无共款，所以处理人的关系的代志，往往是复杂而且麻烦的。所以有一寡人就讲，安尼好啦，我选择道歉，道歉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我拢尽量莫去甲别人交陪啦吼。但是你要理解，道歉敢真正能解决问题？当然是无可能，而且有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无关系就会造成，就会出大的关系吼。关系可能是复杂麻烦的，但是如果咱若选择无要甲别人建立关系，家己一个人安尼封闭起来，可能会造成真侪负面的问题。这我想咱拢会通理解。譬如讲，会影响到咱家己感觉孤单，第一就感觉情感上你会感觉孤单、寂寞。因为上帝是创造咱甲其他人结连，你甲我拢需要有真重要亲密的关系。安尼咱伫这关系中间，叫人认捌，叫人听，咱嘛当去听别人。安尼咱的人生会因为咱生命中间的其他的人，变做一个更较丰富、更较深刻、更较有意义的人生。所以为什么咱爱有团契、爱有小组的生活，就是安尼。因为咱伫即个团体中间，会当得到别人的接纳，嘛通去接纳别人。情感上咱就袂孤单。咱可能有人有迄个家己去旅行的经验。我伫2003年，我有一个机会得到一个奖学金，去瑞士的所在去做短期的进修，4个月的时间。迄个所在是真水啦，去到遐。真欢喜啊！佫毋免插世事吼，因为囡仔拢互无师娘伫台湾照顾就好啊吼。我就一个人快快乐乐处理吼。但是吼，我除了伫遐读册以外吼，进修以外，我佫家己安排一寡旅游啦吼。旅游就坐车出去佚佗啦吼，看咧风景真水啦吼。但是吼，安尼佚佗一段时间了吼。想到台湾吼，想到台湾，我感觉心肝有酸酸啦吼。我咧想讲，若确实吼，我无师娘甲囡仔吼，甲我做伙来，毋知要偌好诶。
去食着较好食的物件，讲，比如讲我去德国，我一个大学的同学请我食迄个德国猪脚，佮林秘鲁，吼，最好食的。我就想讲，这牧师娘遐的林秘鲁吼，这哪伊若来吼，伊定做欢喜的。哦，心肝伫遐想吼，想讲安尼实在是一个人嘛是真孤单啦，所以吼，咱着爱理解来讲，咱家一个人，可能虽然有想若袂歹，但是吼，若咱较一人斗阵劳练吼，还是更较快乐。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吼，就是拄着困境。拄着困难的时阵吼，你若一点仔关系都无半个朋友，你拄着困难的时阵，无人来帮忙。所以圣经讲了真好啊，讲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较好，因为两个人合作效果更较好。一个人跋倒，另外一个人来扶起来。若孤身一个人跋倒，无人来扶起来，这个人就真惨啊！所以两个人同困，彼此拢会当温暖，一个人家己困，怎样会当温暖？所以这是其实咱做好的提醒，就是讲，咱的生命中间需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好的朋友，拄着困境的时阵，会当有人来斗相共。我记得我甲牧师娘结婚，阮丈母吼。牧师娘妈妈就甲阮鼓励讲吼，恁爱赶紧生囡仔吼。无偌久要2冬了吼，就生木星啦吼。生了吼，牧师娘的妈妈吼来看囡仔吼，看了就甲阮交代讲吼，恁着爱阁生一个，只要大汉以后吼，毋通互伊家己一人面对恁两个人的养饲的问题，恁两个人的老嘛吼。若两个囡仔会当互相参详，所以阮就搁生木奇吼。木奇生了吼，牧师娘伊妈妈搁来找阮讲，恁着爱搁生一个吼。我常常安尼吼，我来讲不要紧啦，教会内底兄弟姊妹足济吼，互伊结交较济朋友，以后会当参详吼。这其实互阮一个提醒啦，就是讲。拄着困难的时阵吼，如果你若无任何的关系，你无任何的人际关系，无任何的朋友，拄着困难的时阵，无人来帮忙。所以投票甲别人的冲突，也讲甲别人建立关系，这毋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咱爱设法恢复甲人美好的关系。检采你有破你有冲突，咱嘛爱设法去。中间，因为破裂的关系爱中间。有时阵，举一个例来讲，有时阵咱若破病的时阵会撒片对无？撒片，咱的呼吸会变较困难。但是你袂当因为呼吸困难，我就无要呼吸啊。安尼结果就是死亡嘛。相反，咱袂当因为讲人际关系真复杂，真困难去处理。所以我就无爱有人际关系，袂当安尼啊！如果你若无真重要、亲密的关系，如果你若无要甲其他的人有亲密的结连，安尼咱其实是活在一个慢性的死亡中间，生命会渐渐萎缩。因为甲别人无和谐，甲上帝绝对嘛袂和谐。咱人一生拢在学习安怎甲别人结连。甲别人安怎相听，咱来珍惜咱的人际关系。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恁的意念相款，听心相款，有相款的心思，有相款的意念，互我喜乐会当得到满足。其实保罗咧教示咱，爱尽力甲别人和好，这是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的象征。一个成熟的人，就是一个真容易甲别人和好的人；一个思想真幼稚的人，就是真敖甲别人冲突的人。所以咱一定爱
设法甲别人有结连好的关系，若有破裂的关系，咱就爱赶紧来和好，而且咱甚至爱诚做促进一个和睦的人。论到要安怎建立人际关系，要安怎促进和睦，咱会当对圣经中间的学习。牧师有对圣经中间有整理8项，会当帮助咱重建人际关系的态度。咱会分做2礼拜来分享。咱今日先分享头前3项，真重要的3项。后礼拜咱甲大家分享后壁的5项。第一项，咱若要甲别人和解，也是讲咱要做一个和解的使者。第一项就是爱先反省咱家己啊。如果你若想要挽回人际关系，就要对反省咱家己开始。因为这是耶稣来教。耶稣讲，有时咱看代志的角度无够清楚。所以耶稣讲啊啦，耶稣讲，咱爱安怎去掉咱目睭内迄个查箍啦，才会当看清楚，然后去掉你的兄弟眼中的刺。耶稣讲有时阵咱受到咱家己眼光的限制，咱有一个查箍伫咱的目睭内，所以至到咱无法度看清楚。咱一直要去掉咱兄弟眼中的迄个细枝刺尔，无想到咱家己眼中有一个查箍。所以先反省家己是重建关系的第一步。咱要甲别人和解进程，咱先爱对上帝祈祷，求上帝光照咱，看咱伫即件代志顶面错误的部分，咱用上帝祈祷，讲求上帝互咱明白，咱到底有甚物款的错误。咱常常咧处理这冲突的方式，会互问题本身的伤害更加扩大。有人讲你若要找罪人爱来教会，因为教会大家拢承认咱是软弱的罪人。你若要找好人，爱去倒找？你毋知？爱去法院啦。法院大家拢讲伊是好人，伊拢无毋对，拢对方的毋对。一个人若无愿意承认家己错误，法官安怎判，你拢会感觉无公平。我有一个机会过去有一个机会去咱台北这个法官学院去做分享一个专讲。就是法官学院，就是负责咧训练新入的法官。我分享的专讲是安怎解决冲突啦。因为过去咱总会有一个训练我有去接受这个训练。所以有得到一个讲师的资格。这训练叫做中性的第三者。意思是讲，那两边冲突的时阵要有一个立场中性的第三方来做有冲突的两边的和解。这是有方法的啦。因为什么法官爱受这个训练？因为法官有时咧判断代志是用法律去判断案件。伊无咧处理人的情绪啦，所以往往判断了，双方拢无欢喜啦。其实我的经验虽然我有去学会这种的方式但是如果若双方无要先去反省家己，伫即件代志顶面可能有一点仔错误，其实无法度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如果要真正解决破裂的关系，咱来主动先反省家己。当咱谦卑愿意承认咱可能有一寡错误的时阵，安尼会造成一个影响，就是会减少对方的生气，会减少对方对咱的对敌的态度。有人讲牧师安我就是认输对无？但是牧师要来讲你到底是要解决问题，对这个解决问题了，你得到讨伐，
还是你要赢，然后继续痛苦，这就是咱来选择的这个代志。所以第一项就是对咱家己先反省，第二项，咱爱徛踮伫对方的立场，先听看对方的感受。而且讲认同对方，就是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想问题。往往真侪冲突的发生，通常是双方拢过分坚持家己的立场，过度去维护家己的利益，一旦安尼，真困难解决彼此的纷争。所以保罗来讲，唔当跟他顾家己，也要关心别人的利益。而且顾家己的意思伊的希腊文，伊是源自一个希腊文叫做scopu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讲，真细腻去关心，关心啥？毋是关心迄问题事实是关心对方的感受。所以咧处理代志，就是你要去关心对方的感受，赢过你关心这代志的事实。因为伤害会造成冲突的，往往是真好、真三听的人。比如讲，亲子中间会造成一寡伤害，因为拢徛踮伫家己的立场去想嘛。有一个囡仔，伊就安尼想，伊就对老爸老母讲：，伫我还阁袂晓讲话的时阵哇！你一直教我会晓讲话。听候我会晓讲话的时阵，你阁讲囡仔人有耳无喙，叫我点点。过去我袂晓行路的时阵你就安尼甲我牵，安尼甲我教，互我会晓行路。今仔我真会行路，你叫我毋通后袂走。毋是我无想要困，你叫我赶紧困。透早我无想要起床，你叫我起床。所以你的教育真有问题。做爸母的想讲，我一切拢是为你好呢。我惊你后白讲话得罪人，我惊你死计后白走发生危险。所以双方其实拢是为着对方，拢是疼对方，但是立场无共款，产生冲突。所以这上界三听的人，往往因为立场无共款，活踮伫家己的立场中间。其实两方面拢疼对方，但是却造成真大的伤害。这是互撒旦快乐、互上帝哀伤的代志。咱毋通做这个代志。所以咱来当换一个角度，角色起来换一个。讲我若是这个囡仔，我会安怎想？我有时常常，看我的囡仔我想要来考考一寡代志。但是我常常讲，我演过嘛是安尼，我演过少年的时阵，甲伊有相共，我着比较会当用较正确的方式去对待伊。所以这是咱会当学习的一个技术。所以咱讲两项第一项就是咱先反省家己，第二项咱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今仔要讲的最后一项。就是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咱毋通误解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段经文讲检测你有时甲兄弟姊妹发生一寡冲突，要怎解决？首先你第一步你就是爱私底下去找伊来苦劝如果伊若会当听你的苦劝，伊就得到你的兄弟甲姊妹如果伊若无听你袂当放弃伊讲，你着爱约其他一个人，还是讲两个人做伙去，安尼有人作证，有人来苦劝。如果伊若无要听，安尼有人无要听，你嘛袂当放弃，你爱安怎来教会？甲教会讲对到到尾这代志，互教会清楚，互教会来协助。如果伊若连教会的话嘛无要听，圣经讲，你着将伊当作外邦人，还是讲抽象的来看
这段经文有人误解，讲安尼意思来讲那到这阶段，教会讲的，若无要听，就来放弃啊，毋是安尼。因为你爱看圣经中间耶稣安怎对外邦人，耶稣安怎对这个抽象的，耶稣就是用真大的耐心去接纳这个人。所以意思是安怎？你要继续用更较侪耐心去接纳这个人，设法来挽回。因为你若看这段经文，继续来看，后壁有另外一段经文是啥物话？是彼得来问耶稣，讲主啊，我兄弟得罪我会饶赦伊几遍？7遍到9。这彼得伊讲7遍，其实是超过当时阵犹太人的老师的要求啊。所以感觉7遍已经有够啊。耶稣来讲毋是7遍，是70个7遍。恁算术较好的人，70个7遍是几遍啊？490遍。其实毋是咧讲490遍啊，你毋通讲伊得罪我1遍，我就来记起来1遍2遍1遍489遍，你学1遍你就惨啊！毋是安尼。耶稣讲70个7遍是安怎？是无放弃，用无放弃的疼去赦免伊。这对咱来讲当然是真困难的代志啊！真困难的代志。所以咱需要耶稣啦。下礼拜我会继续讲，咱需要做一个祈祷，咱需要对上帝讲：亲爱的上帝啊，求你赐了宽赦我的心。我知影，我这罪人你拢宽赦我。求你互我亲像耶稣基督迄种赦免人的心，互我学习安怎用永远无放弃的疼来赦免甲我对敌的人。咱爱做这个祈祷，因为这是化解你甲别人冲突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虽然今日讲3项，第一项反省家己，第二项徛踮伫对方的立场，第3项用永远无放弃的疼来赦免。这是咱来学习的真困难的功课。后礼拜咱还有5个课题爱学习，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互阮学习安怎开始去修复阮甲别人的冲突，来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求主帮助阮，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得到改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